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也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天要介绍的是观光旅游局哦，要讲的主题是2020年的这个关子岭温泉美食节。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哦，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我们请市长准备来为我们敲响太鼓。已经进入第16档的关仔岭温泉美食节，9月19号到10月31号，要伫关仔岭宝泉桥温泉公园来开幕。9月11号伫新营明治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首先由着黄伟德市长共享太鼓，随后各有小朋友跟着迷你版的飞鸿夜，含着大鹏金翅鸟来入场。在9月19号，我们的这个火王爷的一个业绩巡行哦，这是每年一定要办的一个活动哦。那火王爷巡行呢，我们今年呢跟往年不一样的是，我们除了2座5公尺5米高的一个大型的这个那个火王爷跟大那个金翅鸟的这样的一个花灯之外，我们另外还有2米高的19座的一个花灯哦，由业者来跟市府一起合作哦，业者来出这个费用，那我们来帮忙找志工团体们来一起来把它完成哦。去年才2车呀，咱今年搁加19车。我今仔日看头很多啦，我咱俩很多看头，正的大的，行走的拢总有啦。希望我们大家哦，好好来佚佗啦。欢迎大家从9月19号开始来参加关子岭温泉美食节，尤其里面非常具有特色的火王爷夜祭，可以既来关子岭泡温泉、参加夜祭、吃美食，还有穿浴衣哦。事实上是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特别冷，但是关子岭温泉美食节已经非常的热了。欢迎大家一起来，尤其很多活动、很多美食等着你哦。9月19日，欢迎来关子岭吃美食、泡温泉、穿浴衣，参加火王爷夜祭。观光旅游局长郭增辉局长嘛讲，今年也头一次安排6台的无人机伫开幕的时阵喷彩色的烟雾，而且10月17号有关仔岭的光影乐园，10月24号有复古约会派对，10月31号是万圣主题活动，佮加上假日市集含着浴衣派对，伫这个时阵上山泡温泉、食汤仔鸡、啉冻山咖啡是正着时，千万唔通来错过哦。2020关子岭温泉美食节。赞！时序呢已经到秋天哈，那么每一当若是讲到这个秋天、冬天的时阵呢，有足侪人都会想讲吼，要去泡一下温泉哈，因为泡温泉呢其实是一个真健康的这个活动啦哈，伊不但呢会当养颜美容，而且呢，佮会当吼，互咱的这个身躯内底这个血液循环哈，可以吼增加伊的这个活动量哈，那么会当互咱的身体更加健康哈，那么讲到这个温泉哈，咱台南都有一个真有名的这个关子岭的这个温泉哈。那么关子岭的这个温泉有伊的特色啦吼，现在咱邀请哈，咱的贵宾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哈。那么伫今年哈，咱嘛要来举办吼第16届这个2020哈关子岭的这个温泉美食节。那么今仔日邀请的贵宾是咱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局长哈郭增慧局长，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介绍。局长你好，兰姐你好，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郭增慧。今天看到那个画面就很舒服哈，又有美女然后陪伴在演员的身边呐哈。那么公的这观光旅游局的局长呢上任大概还不到1年呐哈，应该算9个月左右哈。2月到这样是那差不多。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看到哈旅游局的局长呢，伊安尼真认真哈，真拍拼。虽然这段时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难免呐哈，对于那个这个旅游哈，咱尤其是咱台湾的这个观光哈，难免有一点哈。
就是可能伫头前遐吼，会升起一寡吼，这个游客啊，但是呢，最近呢，咱吼旅游局家伊嘛真认真吼，咧推广吼，咱台南市的一寡吼旅游的这个观光的这个景点啦吼。那么，亲像咱最近结束的这个将军侯啦，啊，搁有咱的海鲜节哈，伫咱局长伊的这个领军拍拼吼，推动之下啊，听说吼，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人潮吼，真的是翻倍了哈嘛非常的成功哈伫这时间呢，咱先还未讲到这个温泉主题义务前呢，咱先来甲咱局长来聊一聊就是讲咱的这个将军侯啊海鲜节这些活动都办得很成功啊，跟咱分享一下吧。谢谢兰兰姐嘛甲乡亲朋友大家做一个报告咱这道的这个海鲜节甲这个咱的伫咧8月15、16号2天办的这个将军侯，拢伫咧市长的支持之下其实伫咧差不多3月、4月的时阵，我就爱来决定讲到底要办唔办大家嘛知迄时阵很难说迄时阵是上紧张、上刺激的时阵到底要办唔办？毋过阮想想的其实这个疫情袂一直发展下去台湾咱中央政府收了真好势咱的市长嘛伫咧即届疫情他得到的那个在健康的评比里面是咱的防疫的第1名所以嘛是因为这点的信心阮伫迄时阵就决定讲好，无论安怎咱嘛总爱有一寡愿望，互大家会当期待所以咱伫咧决定伫咧8月份咱就来办这2个活动咱海鲜节大家嘛知影迄是伫咧咱前馆长这个苏汉迪馆长时代伊就开始办这是今年一定是第14档过去差不多拢是一天大家拢爱，我拢讲迄是一个蒙蛤蟆咸水裤的活动另外咱佫有搭配咱七股遐一寡海产热人就是爱食海产嘛咱就做伙来办一个，互大家会当了解讲咱会当趁这时阵来咱台南食海产伫咧8月初8月1号咱就办咱的第1场的这个海鲜节的活动迄天就创下加评加绩咱第1摆14档来第1摆10000外人来参加啦大家就想看卖做伙万外的做伙咧蒙拉咸洗裤迄实在连迄天去的这媒体的大哥大姐拢感觉讲安那大家遮欣赏阮的解说是讲因为阮足久拢无活动佫时节丰厚一个较大型的活动报复性旅游是报复性旅游大家就感觉讲这阮趣味佫是一个足乡土的一个活动嘛带囡仔来熟悉咱的暑假这段时间到暑假是来熟悉咱的土地所以阮看到真济爸爸妈妈，我听讲阮下晡2点开始的活动迄爸爸妈妈较早9点就来排队较早孝子对，就带囡仔就家时拢传嚼其实大家毋免烦恼，阮迄天拢阮大家活动拢会传这种迄个乌蛤蟆的这个家时拢是伫遐传便互大家安全阮嘛拢真注意等潮汐会使的时阵，阮就互大家落去蒙拉迄天阮是提供杯阮做媒啦市长阮是足关心的，伊一早伊就来陪大家踮遐佫还帮忙发那个蒙蛤蟆的这个道具踮遐含民众同乐要几点钟的所以其实一个活动这个就是咱第1个，阮都感觉真成功第2个就是咱这个8月15、16咱的伫咧将军渔港咧办的这个将军侯大家感觉奇怪，为啥热人拢是海边其实海边是阮一个重点因为热人大家就是希望会当去海边行看看食海产的吹一下海风的规个很舒爽所以咱伫咧8月15、16这有是第1道台南市政府伫咧市长的支持伊就讲好，安尼咱今年咱来办2天，过去拢1天的活动尔，阮第1届个办2天阮创纪录拢总一定办9档第1道咱竟然2天落来有6万几人市长嘛是足欢喜的，因为过去办1天尔1天规天差不多2万人的左右的参与啦咱伫咧2天的活动就有这个差不多6万几个人做伙拢来到咱的现场含咱遮的在地的遮一寡朋友啦佫有咱的遮歌手同嗨啦所以真侪人讲迄天
对迄个镜头对顶挂安尼翕落去吼，安尼规个看起来安尼密密麻麻，那就是狗遐伫遐的啦吼。所以迄嘛是代表讲哦，咱的民众哦对咱的活动真支持啦。啊，市长嘛是因为看到现场，大家吼遮尔啊欢喜，遮尔啊尽兴，伊开始讲哦，安尼好，伊现场讲的哦，伊讲要来加码啦。啊，就是因为伊这句话，所以吼，阮靠后刷吼，9月27号我们会有这个加码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啦。所以那个9月27号，我们还有一样的类似的活动。是。那么，咱今仔个等下到咱今仔要讲的主题啊，吼，就是咱关子岭的这个温泉美食节，吼，这样是办足侪档啊，吼，哇，这个历史悠久啦，哈。当然吼，每一档拢希望讲吼，有更加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吼，啊，有更加这个民众来到咱的这个温泉这个所在啦，哈。那么，因为是咱台南的这个关子岭温泉，好像是它是一种特色，哈。这个它叫做泥浆温泉，是，好像说世界上只有3个地方有这个泥浆温泉哦，所以呢，会当到台湾这个所在，哈，不但对你伫台湾的周边，哈，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也不一定可以洗到这个泥浆温泉然后，所以呢，咱来到咱台南这个所在，哈，会当洗到哈这3大，哈，世界3大。其中一大吼，就是咱这个关子岭的这个泥浆温泉的话，相信有伊特别的特色，是不是嘛？请吼咱局长甲咱做一个较详细介绍。好，其实伫咧台南哦，咱在地乡亲可能无一定大家拢知影吼。咱这个世界之最吼，其实伫台南有足侪所在拢是咱的世界之最吼，包含讲咱这个和乐广场，包含讲咱的这个左镇吼，哦，这个很特殊的这个地形哦，这个都是我们世界之最。啊，内面吼有一个吼。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个温泉区，就是咱的关仔岭温泉。啊，关仔温泉吼，就像咱暖暖姐讲的吼，因为咱做做者功课的哦，就是世界3大其中之一。啊，另外2个所在是对的，一个就是吼温泉国家日本，第2个嘛是温泉国家意大利。哇，那很远。是，意大利咱较无才调坐到遐去吼。啊，日本较佫有机会。啊，毋过日本的泉吼，伊的量吼无像咱台南遮尔啊济，伊是伫咧九州，咱的鹿儿岛县。哦，也我们关子岭哦，算讲是有那惠王爷有保庇啦。哦，所以咱的泉水的量吼，是相较于其他所在，咱算是袂歹，而且稀有元素相当的多吼。所以它对于美容，还有保健养生的好个真好。讲到美容啊，保健养生吼，我咧想一般的民众哦，大概都知道了哈。可是要详细较知影讲，伊到底吼，佮对咱的帮助是有哪一方面吼？是不是咱局长佮甲咱的乡亲朋友嘛做一个介绍好吧？因为泥浆温泉本地就是伫咧世界来讲吼，是较特殊的啦。哦，所以伊的稀少性就是咧伫咧讲伊专质的本身啦吼。啊来吼，阮伫咧107年哦，阮参加全国的比赛吼，阮佮得这个全国的那个温泉里面的冠军哦，温泉里面的冠军，那我下面一定得到嘞。主要就是它在于那个皮肤啊，因为咱想看卖啊，咱去泡温泉哦，可能去的时阵吼，干嘛咧滚滚吼，泡的时阵滚滚的。不过咱这个泥浆吼，它有一个附着性，伊伫身躯顶管哦，也稍微附着，所以伊的这美容、养颜的这个效果、美肤的效果吼，其实比其他的温泉哦好个更加好啊。啊，因为泥哈会有一点点保温的效果，对，所以对咱的血液循环吼嘛是真有帮助。啊，这是这个泉水吼，因为伊是泥浆，含别位较无啥共的所在。所以吼，你在洗的时候，咱想要做公膜啊，啊，抹你身躯吼，感觉上有点脏脏的，可是你洗完之后把它清干净吼，哇，那个通体舒畅啊吼啊，像他说咱局长都讲的吼，美容养颜，我在想吼。怪不得很多女生哦喜欢去泡温泉啊！啊，讲是2020年的这个关子岭的这个温泉美食节，我咧想呢，咱延续这一档啊，然后今年要跟咱乡亲朋友哈，就是讲推销我们这个温泉美食节的时候，咱是不是有其他较有特色的所在？阮其实吼，今年有一寡较特别的安排啦，比如讲吼，咱有直达车，会当直接起来咱关仔岭吼，咱有含KKday 吼来合作，来做这直达车。啊，另外就是讲哦，我们今年吼导入了很多科技的元素。哦，各来各有一点，今年吼过去我拢差不多1个月的活动，啊，今年哦
特别吼，阮为着要振兴观光吼，所以咱伫咧9月19就开始啊，一路办到10月31号。所以吼，含过去比起来，咱搁加半个月的时间。啊，这半个月内面呢，我们总共也有好几个假日哈，包含说我们的这个中秋节连假，啊，搁包含到我们这一个国庆的双十连假。啊，所以咱每一个假日，吼。阮拢有安排这个假日市集，所以这届的假日市集嘛，比平常吼愈较济，啊内容很多元，阮有弄弄市集、主题市集，吼，当然还有温泉市集，像这种的，阮拢甲这好朋友吼，咱拢邀请起来伫咧咱的温泉区，会当互大家就近来甲咱的温泉。要泡温泉、食美食的时阵，会当就近会当来了解。啊，当然过去的一寡元素吼，比如讲像咱的这个从105年开始哦，咱的开始吼有这个年年都有那个巨型的花灯花灯哦，咱有花灯。啊，咱今年较特殊哦，咱今年是含咱的在地的民众啊，甲咱这的学生囡仔，咱做伙来创作。咱找台湾哦，即马上届有名的即个咧制作花灯的老师，蓝老师，伊来教咱遮的囡仔哦，啊教咱遮社区的遮的民众，要安怎来做即个花灯？啊，第一届上课吼，我去做开幕吼，我听遐爸爸妈妈啊，甲遮的参与的这些社区的遮大姐、大哥，因咧讲哦，伊讲。哦，啊，这原来一个花灯看起来水水内面学问遮尔啊济啦，我迄铁线熬过来熬过去，啊，原来是遮尔啊费工的代志哦，所以这届阮的花灯吼嘛，搁比过去搁较济，我们就是有那个火王爷本来就有的5米高的火王爷花灯，啊，还有就是这个大鹏展翅、大鹏金翅鸟的这一个大型的这一个灯哦，啊，总共会有2具是5米高，那剩下的18+1哦，18座是咱的社区这位含咱来创作，那是2米高，那个另外有一具是老师。他做出来的，所以今年的花灯会拉的3车会拉得很长，啊，大家的嘿咻，要伫个咱的关安岭宾馆来做会来推这个花灯。在这个当中吼，咱就是讲，咱家吼邀请老师来给恁教吼，因为说实在的，你今晚要给我做花灯，说实在的，我小时候做的时候，我今晚把一点我没给聊，只是我有点纳闷哦，想那温泉的跟那个花灯吼连接在一起。是因为其实吼一开始是一个做单纯的想法，因为咱拢咧扫这个温泉的这个旅游嘛，啊，关仔岭大家若知影，它是一个山城哦，伫咧山内面的一个温泉区，啊，到暗时哦，其实社区这些时段吼，拢早就困啊，啊，就真侪民众就讲，暗蒙蒙，嘿，较无啥物物件，啊，人来参与哦，啊，就是因为安尼开始，阮咧想讲，阮来办一个夜巡好啊，至少咱有一个物件，啊，大家人会当感觉趣味，哦，有一点像寻宝的概念。对，啊，就把这个元素吼放入去咱的温泉的这个活动里面啊，所以其实我讲的这个18座的这个花灯吼，这拢是咱透过吼设计啊，把这个在地的元素吼，像这火王爷，啊，还有我们的泥浆的那个泥人画吼，这人像哦，咱拢来放在里面啊，这个都是由业者他们来认养。哦，因来出这个倒出这个材料费，啊，做这个工，咱拜托社区做会来做这个工，啊，所以未来这一个个灯哦，就会放在它的这温泉饭店的面头，啊，大家得当下暗呐，温泉嘛泡了啊，散步嘛散啊差不多啊，伊得当去一间安尼看讲这花灯按是安怎是啊，是大人哈。因拢做早就困啊，大概暗蒙蒙，不知道要冲什么回哈啊！我们哈这个活动哈，各位爸爸妈妈哈，回到从前儿时的这个回忆哈。有时候我们小时候真的也拿过这个灯笼出去外面哈，安尼就是对。然后今嘛到这个应该是讲都市丛林然后今嘛大家拢都市化，这个社会啊，你行出去到外口的迄个水银灯、霓虹灯。光细啦哈，你摕一个迄个灯笼，但遐嘛无人看到啊哈。但是来到这个所在哈，因为是一个山区哈，那么灯没有像咱伫个市区安尼灯火通明的时阵哦，这个时候哈，咱的灯笼就派上用场啊，而且呢，算讲互咱市大人哈，爸爸妈妈回到从前，回到儿时，啊嘛，互小朋友去体验一下。
没有灯的时候，生活是怎么样哈？一直，不然我们怎么去跟小朋友去形容以前的生活，可能感受不到。那么在这当中哈，他们自己拿着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灯笼，又有成就感，然后呢，又一种不同的这个体验哈，口音哈，在这个生活当中。多了一些哈，增加了一些哈，他们就是讲哈，好有一寡以后哈，比如讲以后长大了，或是过几年呢，他们一个很甜蜜的这个回忆啦哈。那么好多咱讲有这个关子岭的这个温泉美食节，除了本身的活动啊哈，有一些内容，我们。因为咱周边哈，我知影讲，伊这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观光景点，伊唔是较简单关那这个温泉尔哈。咱今日讲了美食节哈，我在想周边有很多可以吃可以看的地方，是不是嘛？请局长给咱介绍。其实咱伫咧关那吼，关那其实即马嘛是。算讲有那是闹热啦，因为若到假日，有那真侪人会去伫山顶食那个汤仔鸡。来咱周边吼，其实咱阁有即个水火同源，吼，阁有咱的碧云寺、大仙寺，阁有咱其实吼红叶公园，其实宝泉桥的即个公园其实真侪所在吼，大家会当来探索。伫咧山顶的好处就是讲吼，很安静，真安静。会可能无遐像都市安尼光平平。对。毋过嘛是真有情调，真有气氛。阮伫咧即站吼，即个灯节，咱伫咧9月19到即个10月31即个时间吼，阮每一个礼拜吼，阮对伫10月份吼，阮有安排一寡比较高科技化的一个应用一个光影的投射的活动包含还有复古派对，关那集团的复古派对。阁有10月31号，大家拢知影嘛，西洋的万圣节，我把这个元素给它列入来，互大家伫遐会当有一个关子岭的这个万圣节的一个活动，所以咱就适合，就是迄个。多元啊，因为即嘛已经东西方融合啊，所以呢，咱除了讲咱东方的迄个活动以外，咱嘛当结合西方的活动做为一排那么咱的迄个活动更加丰富啦那么这个咱的这个活动啊伊好多咱局长开始有给咱介绍这个日期嘛是不是？佮把咱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内容稍微详细的再做一下介绍？阮伫咧9月19到10月31号，咱就是即个伫咧咱的关那岭温泉区咱有即个2020关子岭温泉美食节这个活动咱伫咧每一个礼拜的即个只要有放假连26号虽然咱有补班我嘛是有活动每一个礼拜。每一个假日，咱都有办这个假日市集。假日市集当然就是会把一些我们台南的在地特色，咱会放在咱的这个关那岭，这个温泉区这个活动的场所。另外呢，咱伫咧10月17号咱阁有办一个光影的这个伫咧关子岭的光影的一个活动，就是运用一些高科技，即摆毋是做流行这个 AR、VR，咱就用这个，互大家当做一个体验，也是嘛是去生迄种所谓光跟影的这一个很有趣的这个互动来就是咱阁有一个咱有哪真新式的，就是咱的复古派对，咱有找这个乐团，会去伫咱的这个温泉区来给咱办这个音乐会，阁有另外就是咱10月31号，咱阁有这个咱咧办的咱的这个咱的万圣节活动，所以伫咧这规个中间除了讲咱有市政府来办的主办的这个活动以外咱9月19咱这个开幕是伫咧6点到9点咱就真侪人就去山顶来参与这个夜季巡行的这个活动。咱对差不多104、105年迄个时阵咱就逐天拢破100万啦。咱台南较特殊的就是讲咱虽然讲伫咧南部较热毋过阮是全台湾办温泉季上早一个城市，希望就是讲嘛会当借着即个办活动，较侪人会当熟悉讲其实关那岭，毋管当时你来佚佗，拢真好佚佗。希望讲透过即个活动，会当互较侪朋友，无共款的朋友知影讲原来不但有温泉节，温泉那还有美食所以温美食还有整合这个食宿游购我们还有今天开始开卖的套票嘛，大家甲大家那个
会节室内吼，我头挂咧问吼，9月8号对今仔透早吼一开卖啊，几乎秒杀。好，这个500套到现在已经没几套了啦。我们的活动一直都是安尼吼，所以其实阮啊真欢迎咱欢迎咱的好朋友吼，若是有时间吼。加注意咱台南市的一寡活动的这宣布哦，像阮即届即个500块的套票500组哦，就是本地有1634块的价值。啊，你看安尼达到5折啦，达到5折3折的价格。对，啊，所以买着真正赚着。是。啊，阮今年的这个阮的这个小赠品哦，其实很有特色啦。我们这个能感的这个用业绩巡行当主题的这个，因为要被做好吼，两边被做好啊，阮随时吼，到时阵嘛会用记者会吼来给大家报告。是。那么吼，咱这个活动吼，主要讲吼中西合并啊，吼啊嘛是结合古代跟古今啦，吼，就是讲吼，像差不多啊，咱局长讲的 VR 嘛，即马拢出现啦，吼，这拢是现代科技的，吼，最新的一寡咧，吼，互咱吼，当这个所在，我们体验的真的是很丰富啦，哈。那么吼，咱的雄心啦，吼，就是说他们要去参加这个温泉美食节的时候，哈，比如讲怎么坐车啦，或是讲吼，整个行程吼，是不是？跟咱的雄心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其实咱要那个管咱俩吼，主要就是要搭这个黄干线啊，黄干线黄12、黄13哦。迄个是公车啦，是咱的大众运输的部分，咱就是公车会当坐，啊，另外就是讲你若对高铁的，高铁唔通坐到台南高铁哦，安尼你就得西园路啊，对，到嘉义的，嘿，拢是对嘉义落来，因为伊遐离嘉义较近，嘿，无唔对，啊，所以哦，咱对嘉义落来了后，你得去找咱这个台湾好行有一个33号线哦，就是这个关子岭故宫线，啊，这条路线较方便，会当去故宫，嘛会当来阮关仔岭，啊，它也是直达的，哦，所以高铁的是安这，啊，铁路的吼，就是你有那赶快到咱新营客运来坐这个环干线哦，那煞咧，若是家己赛车的，哦，家己赛车，咱就会当对国一吼落来，就是接咱的省道1号，啊，来接咱的市道的172，过来接去哩咱的这个关仔岭，啊，若是行咱的国三，就愈较方便啦。啊，对台北落来朋友嘛是会当欢迎用国三吼。那国道3号吼，伊落来就直接就对迄个白河交流道落来，啊，就接这个咱的这个市道172，啊，就直接会当去到咱的关仔岭。是。那么吼，关仔岭公司啊，咱先抓吼，带一点点咱的国庆烟火哈，因为国庆烟火这届是伫咱台南哈，哇，这个重责大任嘛是咱局长的这个慷慨啊哈，跟咱分享一下吧。咱伫咧今年吼10月10号吼，就是经过吼这个咱的市政府甲市会合作吼，来争取这个国庆烟火吼。啊，10月10号会伫咱台南办，阮观光旅游局担负一个任务，就是做这个前导的这个宣传哦，所以阮有办一个暖场的活动。伫个9月27号，我头过一开始嘛有甲观众朋友甲咱暖暖姐主持人报告吼，就是讲咱伫咧将军湖办啊。嘉兴宫吼，啊，市长就当场许下心愿，公要再给大家一场加码哦。所以，阮伫咧9月27吼，本地大边有一个烟火的活动，庆典哦，一个暖场的活动。阮即摆会改变成讲的是烟火，再加上这个演唱会。哦，啊，即摆吼紧锣密鼓在进行啦。所以9月27号哦，咱有那赶快哦相约。咱的将军渔港，含大家来见面哦。啊，时间有那赶快哦，下晡的差不多6点，啊，甲下暗的9点，有放烟火，有高空烟火、低空烟火、中空烟火啊，那个就是整个烟火的配置哈，阮是很完善以外吼，啊，佫有真好的这个演唱会卡司，到时会当来咱将军来唱互大家听，啊，市长嘛会含大家到时来同热。是，即摆是9月份吼，到10月份这2个月这中间吼，咱台南市有遮侪活动啦吼，有关子岭的温泉美食节啊，佮有将军湖的Part 2，啊，佮有咱的这个国庆烟火吼。那么咱今日感谢吼，咱观光旅游局吼，咱郭正辉局长啊，甲咱的乡亲朋友做遮尔那侪有些这个介绍。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婉婉哦，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谢谢。